家好，我係 Carrie 李若凡，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美金長遠走勢嘅一啲睇法。今年嘅話，我哋見到由1月20號左右啦，特朗普上任嗰日開始，去到5月尾去計嘅話，美匯指數已經跌咗9.2%，納斯達克指數咧就跌咗2.6%，就連30年嘅美國國債嘅一個收益率咧，亦都有所上升，證明個價格係下跌咗。因乜解救咧美國嘅一個匯價或者係股市或者係債市都一齊下跌咧？咁我哋覺得同特朗普因素係相當之大嘅一個關係嘅。咁如果我哋睇翻美匯咁樣一個下跌啦，其實最主要背後兩個因素，第一個就係特朗普嘅關稅政策。而家佢講嘅話咧，其實佢嘅關稅政策充滿咗不確定性。最新嘅呢個關於對等關稅不合法嘅裁定咧，雖然被 suspend 咗，咁但係最後咧，如果真係上訴到去最高法院，出到個結果出嚟咧，可能要等幾個月嘅時間。就算最後嘅結果仍然係判定佢呢個咁嘅對等關稅不合法咧，其實佢都可以係通過其他嘅法案去推行翻佢呢個關稅嘅政策嘅。咁我哋亦都睇到暫時嚟講嘅話，美國啦同埋其他國家嘅一個談判啦，未係有一啲非常之好嘅進展。咁簡單啲嚟講，就係短時間之內，我哋唔太有機會睇到個關稅翻去佢上任之前嘅一個低位。咁對美國嘅經濟啦，就應該會逐漸咧係反映出個影響啊。咁對美金嚟講咧，應該都會係帶嚟一定嘅衝擊嘅。咁第二個就係一個減稅嘅政策啦。佢嘅最新嘅減稅法案咧已經通過咗眾議院，嚟緊會係喺參議院度進行投票。如果好似佢之前計劃咁樣如期去落實嘅話啦，其實美國自己都估計有機會喺未來10年咧，令到佢哋國家嘅赤字啦增加3.8萬億美金嘅。咁呢個係非常之龐大嘅一個數字，亦都令到大家咧越嚟越擔心美國嘅公共債務問題。咁對美國嘅一啲資產，尤其是長期嘅一個國債嘅信心咧，亦都係慢慢咁樣消退嘅。咁我哋見到當市場對呢個美金有信任嘅時候咧，其實無論咩情況底下，大家都偏好持有美金。就算經濟好或者經濟唔好，大家攞美金作為避險貨幣咧，美金都係會偏強。但係而家咧，我哋見到嘅就係市場對美國嘅一個信心啦，係有漸漸消退嘅情況，去美元化嘅一個趨勢相當之明顯嘅時候，大家睇到嘅係一啲比較唔好嘅一面啦。譬如講緊呢個關稅政策對經濟帶嚟衝擊嘅時候，經濟嘅擔憂會打擊到美金。如果係個焦點擺咗喺個減稅嘅政策，導致美國財政狀況惡化嘅時候，財政嘅擔憂亦都會係令到美金受壓嘅。咁所以中短線嚟睇嘅話，技術性上面我哋都見到一個下行嘅趨勢非常之完整。咁美匯指數暫時可能喺100到101咧有個阻力位，下邊嘅話咧喺98咧會係有個支持，穿咗嘅話應該會進一步下跌。而進一步下跌去到咩位嘅話，我哋暫時預測咧去到出年年尾有機會試去到呢個92.5嘅低位。咁但係我哋亦都唔代表真係會去質疑美金長遠嘅一個主導地位，因為暫時無論喺支付貨幣定係儲備貨幣，美金嘅一個主導地位咧都唔係咁容易被取代。無論係歐元、日元、英鎊定還是比特幣啦，或者係黃金啦，都有佢自己嘅本身嘅一啲缺陷。咁我哋暫時咧都見到咧美匯咧係喺長遠嚟講會係維持一個主導嘅貨幣，只不過喺短時間可能1-2年嘅時間，美金嘅呢個下行嘅風險啦，咁啊值得去注意翻嘅。咁今日咧對美金嘅走勢嘅睇法咧就分享到呢度為止啦。下一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日元嘅睇法，敬請期待。